無伴奏暢遊世界音樂會係一個由香港旋律演出世界各地唔同種類嘅清唱音樂。Patrick， 不如你介紹下今次嘅音樂會嘅內容俾我哋知啊！今次嘅音樂會咧就有兩大特色嘅，第一個特色咧就係所有嘅音樂咧都會以無伴奏嘅形式演出。無伴奏嘅意思咧即係話歌者咧要靠晒自己啦，拍子啦、音準啦同埋表現力上邊咧都係得佢自己嘅啫。而第二大特色咧就係我哋會帶觀眾咧就係暢遊全世界嘅，咁所以音樂咧就會嚟自澳洲啦、非洲啦、美國啦等等，咁當然唔能夠少得我哋中國同埋香港。今次亦都會有一啲嘅表演嘉賓嘅，咁包括係張敬軒啦，同埋係徐偉賢等等呢啲著名嘅音樂人。好啦，我哋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位啦嚇，咁跟住落嚟咧會有國際綜藝合家歡嘅表演，一齊睇睇。別憤怒，爹哋，能平靜聽壓下烽煙。事實我願相告，這個與我兩家的愛慕，愛到天際高。狂迷般情竇，就是為他粉身碎骨，犧牲到美好。別憤怒，爹哋，從前是子女在身邊，是這樣不變，流傳什麼給紀念？才憑着他發現，浪漫已在身，就像回復猶豫，愛我的有他，愛到不能把，就是為他粉身碎骨，犧牲到美好。咁大家頭先聽過嗰首歌咧，就係今屆嘅國際綜藝合家歡裏邊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 Othello 落雨路嘅音樂劇嘅其中一個片段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嚟活動嘅負責人李敏儀小姐啦，仲有咧音樂劇嘅導演啦，同埋我嘅大師兄啊陳永全啊，歡迎晒你哋啊！不如首先同我哋介紹下頭先嗰個片段咧係講啲乜嘢嘅，想表達啲乜嘢啊？哦，其實剛才嘅片段咧就係講我哋個戲嘅女主角叫做 Desdemona。佢咧就嫁咗俾一個搖滾樂嘅歌手，咁但係咧呢個結婚呢個行為咧，佢就冇話俾父親知道嘅。咁正話隻歌，所以就激怒咗佢爸爸。冇錯，所以隻歌就係別憤怒啊，爹哋。咁佢就想話俾爹哋知，喺愛情同埋親情之間咧，其實佢都係兩樣都兼顧到嘅，所以叫爹哋唔好憤怒，唔好嬲，佢仍然愛爸爸嘅。哇！真係好吸引喎。係啊。咁今屆嘅國際綜藝合家歡咧，有啲咩主題啦，同埋活動，同埋有咩特色嘅咧？咁其實咧，頭先咧由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表演嘅《Othello 落雨路》咧，係今年國際綜藝合家歡咧其中一個系列嘅節目嚟嘅。咁呢個系列咧其實就叫做新人類系列。咁其實今年合家歡仲有兩個嘅專題系列嘅，咁包括咧係適合1至3歲小朋友參與嘅小寶開眼界系列啦，咁同埋咧適合一家大細一齊參與嘅藝趣通新婚系列嘅。咁其實今年咧合家歡嗰個舉辦嘅時間就係由7月4號至到8月12號。係啊，全人，我想問下咧，呢一個嘅音樂劇咧係講啲乜嘢嘅咧？其實呢個音樂劇咧係講關於人嘅一種習性啊，就係壞嘅習性，就係講妒忌。妒忌其實令到你影響到好多嘢，好多因嘅因就可能愛情嘅妒忌啦，另一種就係你嘅權力嘅妒忌啦。咁個果咧其實就好慘，好多時咧會令到我哋會做出一啲好愚蠢嘅行為，譬如殺人啦，甚至乎咁又或者我哋好憤怒啦，又或者其實我哋會中傷人啦。但係有啲好嘅結果嘅，就係我哋用我嘅智慧，其實可以解決咗一啲嘅嫉忌嘅心或者妒忌心嘅。只要我哋分析到一啲嘢，我哋就唔會做呢樣嘢出嚟㗎啦。咁陣間咧仲會同我哋表演一個片段㗎嘛，係講啲乜嘢㗎？其實跟住個片段咧就係由香港藝術學院嘅同學咧就會做一個片段，嗰個片段咧就係關於呢個
奧菲羅嘅妻子，佢咧就好驚啊奧菲羅嬲佢，於是乎佢嘅僕人咧就會幫佢解決呢件事，希望兩個人咧盡佢哋嘅力量去解決呢件事。咁籌備過程咧，你覺得困唔困難咧？籌備過程好困難啊！其實我哋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咧就揾咗好多個中學生同埋大學生去做呢個戲嘅，因為成個有成30幾個演員嘅，只係得2個專業演員嘅啫。咁喺過程裏邊咧，我哋喺度輪選啦，不斷喺度揾啦，咁希望佢哋明白其實點解搞呢個戲。其實呢個戲呢啲戲咧，莎士比亞戲，我哋驚咧，如果講一啲好嚴肅嘅劇目，好令到你難以明白嘅。希望通過音樂劇令到輕鬆啲啊，有歌有舞，令到明白多啲欣賞到呢個外國嘅一啲主題。好啊，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細心欣賞以下嘅片段啦。若你陷入了無助，願可以交心更多。面對憾事與或禍，但願可以分擔更多。沿途伴你面對千般壓力，誰能讓你獨對？哪怕辛苦都記。再講我知，Othello 心中意思。問我為什會如是，但願真相得悉更多。誰提示對或錯？然而讓我做錯，我會將功補過。頭先嘅表演係咪好精彩呢？如果大家都有咁精彩嘅表演，又或者想安排年青人上嚟分享下文化經驗嘅話呢，咁就快啲寄上嚟咧，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0100號文化新理榮主持收啦。記住寫清楚咧，聯絡人嘅電話同埋有關嘅資料，我哋會專人咧盡快聯絡翻你噶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夠啦，要講拜拜咯，拜拜。